好啦，咁啊，跟住呢一輪嘅答問呢，我哋係請阿余若薇議員，你先提出個問題。特首，我見到你個網誌嗰度咧，你就話2020年咧呢個功能組別選舉嘅模式就不能存在。咁即係咩模式存在呢？你嘅意思係咪即係話功能組別會繼續存在，但係用另一個模式呢？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清楚你嗰個普選藍圖係點嘅呢？我意思即係話2020年嘅時候呢，所有選出嚟嘅立法會議員都係有一個公平係普及嘅原則而選出嚟嘅，而個選出嘅方法亦都合乎呢個國際標準，就係咁嘅意思。但當然，關於功能議席本身係一個好爭議性嘅議題呢，我哋覺得就係而家現時咁個形式嘅功能議席，將來2020年就唔會有㗎啦。你冇答到我問題，將來係咩模式呢？咁咧就係我哋你一定要通過咗2012呢個方案先，余議員，先至我哋能夠有可以解決到其他嘅問題，要逐步做。2012年嘅問題，而家要解決，2012年以後問題，2015以後會解決㗎嘛。如果你成日堅持住係我哋唔會咁樣做，如果你唔能夠打波到2017、2020或者20以後嘅問題嘅時候咧，我哋就唔會處理2012，咁啊變咗就係一次否決就放廢5年，否決第2次又再5年，香港人等唔到㗎，好慘㗎。好啦，跟住咧就請阿曾特首提問。香港人好怕激進嘅，而佢哋覺得而家現時我哋政制好論盡，係你同埋你嘅盟友一齊咧做咗好多嘅問題。佢哋覺得，尤其是而家反對咁多嘅嘢，對於咩嘢都係反對嘅。咁嘅情況，你係咪將香港社會帶去一個完全激進不可管治嘅地方呢？我以為今日特首邀請我嚟係縮窄分歧嘅，原來咧佢邀請嚟我嚟咧係標籤下我，話我激進。咁你特首一陣間都要講俾我聽，即係我邊一方面今日嚟講激進咗，或者唔講道理。我問嘅問題，你完全冇答到。我今日嚟同大家講道理嘅我就已經講得好清楚啊！我話你中途點樣，其實你最終你都係要交代，因為你數手指有得數㗎嘛，你香港人都識㗎嘛。你講緊2步特首就要普選啦，3步立法會就要普選啦。你點可以話求其我喐下先啦？嗱，呢個呢就係呢啲做好一份工嗰啲人嘅思維，就唔係一個真正為香港設計嘅。你諗下高鐵都可以超越你嘅任期啦，點解政改咁大件事？你話喂，下一屆嗰啲留翻下一屆政府先講啦。喂，2012嗰個特首佢可能要選2017㗎，你叫佢講咧，佢可能會有呢個利益衝突㗎，所以你係要做好你份工。頭先個市民都問你啊，你嘅選舉承諾你點樣做啊？跟進。而家佢見激進嘅情況，你完全都唔答呢個問題。我哋見得到每一次好似高鐵你嘅圍住晒立法會做呢樣嘢，係完全我哋講係民主，有民主嘅制度都唔重要㗎，仲係重要咧。但係仲有民主嘅文化都係重要㗎。如果我哋係繼續咁樣做法嘅時候，唔好講民主啦，文明都冇，點算呢？而家香港人係擔心嘅呢一樣嘢。如果你繼續係咁係話今次要否決呢個方案嘅時候呢，我哋你個激進嘅情況係得更加嚴重。香港對嘅後果係更加嚴重，你點樣能夠可以承擔呢啲責任呢？特首，你係咪覺得反對你方案就係代表激進呢？香港有好多人唔支持你個方案，你睇翻而家個民調，你支持你方案嗰啲人係越嚟越少，反對你嘅係越嚟越多。點解啊？因為人哋明白咗咯。頭先我已經講啊，好多通識老師啊出嚟反對，所以你唔好話余若薇呢啲同路人，你唔好抹黑香港人啊！香港人係眉精眼企嘅，眼睛雪亮嘅。佢覺得你而家俾個咁樣嘅方案我哋，你5年前已經俾咗個方案，已經否決咗，你5年後又俾翻同一個方案，你一次唔合格嘅功課，又一次唔合格嘅功課，浪費時間嗰個特首係你啊，唔係我哋香港市民啊！冇一個推銷員咧做得唔好咧，就賴個顧客唔收貨㗎。跟住嚟新嘅回合啊！呢個回合咧就係請阿余若薇議員你先提問。特首想問下你啦，因為最近嗰個人氣問題啊，我哋搜集嗰個咧都係一個老師提出嘅。佢就話學生咧如果唔交功課咧可以罰佢。佢就話咧，特首如果你行唔到你嘅選舉承諾咧，佢冇辦法罰你嘅喎。你覺唔覺得咧？即係既然咁多人都支持提名呢一個係最多人支持嘅問題，顯示咧好多人都覺得你未做好呢份工咧。我頭先講咗咧，2007年。係因為2005年余若薇議員同埋你
同所有嘅泛民呢，係否決咗我哋方案之後呢，我哋已經俾咗決心向中央爭取更加普選嘅時間表，成功咗啦。2007年嘅12月公佈咗個時間表，呢一個呢好既成事實嘅，你唔能夠扭曲嘅。另外呢，今次2012嘅方案，我哋亦都係好清清楚楚保存咗好多嘅民主嘅成分，亦都唔能夠扭曲。頭先我解釋咗啦。你只係用其他嘅方法做，我哋嘅方案你唔好再講。頭先話我哋好少人，實情而家香港支持嘅方案嘅人係遠遠係多過係反對呢個方案嘅人，係要求立法會通過呢個方案嘅人係遠遠多過係立法會要求你否決呢個人。你用邊種民調都係咁出嘅結果度嚟嘅。實情呢，就係我哋一定要面對現實，面對現實最後都係面對市民。點解要負責任嘅時候，我當然我要負責任。我覺得我履行咗我嘅責任。我而家你冇履行嘅責任就係你冇香港人解釋到點解又是等佢等多5年。有冇跟進？特首，我已經解釋咗我唔支持你個方案嘅理由。我話咗你嘅特首選舉嘅方案係騰仲縮過2005嘅，你完全冇解釋。我話你而家呢一個區議會嘅方案，我已經俾咗好多理由點解我唔支持。我仲講一個理由啊，1991年啊，即係嗰陣時都未回歸嘅時候啊，已經有呢啲咁嘅區議員可以間選入立法會嘅方案㗎啦。已經嗰陣時有10幾席㗎，你都記得㗎。我諗1991年呢啲10幾席取消咗，就係俾直選嘅議席取消咗。嗱，嗰啲就叫民主進步啦。你而家20年後翻叮翻一個20年前已經取消咗嘅制度，而家你話扮民主進步，你話係咪揾我哋笨先？特首，完全係兩碼子事幹。而家我哋嗰啲佢可以有資格參選呢一個立法會，我哋嘅建議就係完全係民選選出嘅，裏邊係冇委任議員，乜嘢都冇嘅。呢個係回應咗2005年余若薇議員同埋其他議員否決嘅最主要嘅原因嘅。而家呢啲佢有300多萬嘅選民嘅基礎嘅，呢個係最重要明白到呢樣嘢。你唔好睇少呢批人，佢哋所代表嘅團體，佢代表嘅人數，往往如果計數字嚟睇，唔會少得過而家我哋區域直選嘅立法會議員嘅。好啦，跟住係最後一個回合嘅答問啦。咁呢個回合呢係請阿曾特首問問題。我亦都想探討下余議員你就講咧話要可以我哋要取消功能議席。頭先咧我因為冇時間同你再爭論呢樣嘢。好啦，而家我好想你可以話俾我聽，你點樣能夠喺2012年呢一個今次我哋呢一回合裏邊呢一次嘅選舉制度，點樣能夠將你個冇功能議席嘅方案解釋俾香港人聽？仲有最重要就係點樣能夠說服我哋立法會議員攞40票贊成票呢？特首，我好高興你唔識做，問我點樣做。其實頭先我都提咗 Alfred 嘅問題啦。根本而家個功能組別咧，有好多嘢其實你係本地立法可以做，你冇做過啊！你可以取消公司票，你可以取消團體票，你可以合併一啲人數少嘅一啲議席，你可以有一啲議席咧，你可以擴大嘅選民嘅人數。你可以仲有啊！你表示誠意，你可以取消委任區議員啦。呢樣嘢講咗幾耐啊？60%嘅市民支持，你堅持每次要委任足102個議員。我知你實係話佢哋好有貢獻嘅，佢又好有貢獻，咪佢哋自己去選咯，唔使你同我哋揀啦。但係咧，你就死都要攆住呢個權力，點啊？愛嚟威脅我哋咯。你話你唔支持呢個方案，我就唔會取消委任區議員。你話呢啲咁嘅手段咪好卑鄙咧，特首？跟進。所以你冇答到咗最主要嘅問題，你究竟係點樣能夠可以將而家現時我哋所有功能議席取消佢，要說服立法會議員係通過你嘅方案呢？呢個係最重要嘅嘢。你冇講到呢樣點樣做法，實清好清清楚楚。理論係多，實際上係做唔得到嘅。講就容易，做啊根本係做唔得到。最後就問題就係，當你講唔緊要啊。好似我哋唔見咗我哋香港人嘥1億5900萬去呢個補選，我相信我哋都嘥得起。但係你咁樣完全冇方案，你知道呢個嘢唔可行嘅樣嘢，攞唔到立法會支持嘅樣嘢，你要咁樣做嘅時候呢，香港嘥咗5年之後再嘥10年，我哋嘥唔起嘅。特首，我諗你唔記得咗啊！今日係你嚟說服香港人點解支持你個方案，點樣達至普選。你而家話俾我聽，你話喂功能組別我都唔可以取消㗎啦。咁特首你可唔可以解俾香港人聽，點解你叫我哋增加多5個功能組別議席啊？咁係咪即係叫我哋打倒褪啊？好啦，咁經過4個回合嘅答問之後呢，咁我又幫大家計時啦。余若薇議員嘅剩翻嘅時間係1分47秒，曾特首你剩翻1分38秒。